Hello，大家好啦，我係 Asian 啦，獨立策展人啦。我而家仍然喺巴黎嘅，但係今日咧我就冇出去 Central Paris 啦，就喺翻住嘅 apartment 附近咧就飲緊下午茶啦。咁你都見我叫咗一啲strawberry tart 同埋 latte 啦咁樣。咁其實呢度好多呢啲outdoor 嘅 cafe 嘅，咁課你慢活飲下咖啡咁樣啦。咁講翻今次嘅活動啦，咁就差唔多尾聲啦。咁我都 stay 咗喺度大概2個禮拜度，咁好開心今次嘅參加者就artist 參加今次嘅巴黎羅浮宮嘅藝術博覽啦咁樣。咁其實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下。咁分享下一啲關於藝術嘅事啦咁樣。咁其實第一樣嘢啦，就好多謝咁多位嘅參加者參加今次嘅活動啦。咁我留意到其實以前啦或者而家都係，其實好多 audience 咧，即係藝術嘅愛好者咧，其實好中意睇我哋唔同，即係你唔好講話我哋個展區啦。其他展區都好，其實佢好想睇到啲乜嘢呢？其實佢好想咧睇到幾樣嘢。呢幾樣嘢大家要留意一下。第一，佢好想睇你嘅故仔，好想知道你嘅故事。即係你，所以咧，如果做 artist 咧，你要具備一個咧故仔係貨你咧嘅創作嘅路程。咁當然呢個古仔唔係老作啦，係關於你嘅人生嘅經歷高高低低咁樣。你當你自己係一個寫緊日記嘅又得，你當自己係一個作家又得，係寫緊你嘅故事。呢樣嘢好重要，因為其實好多人，尤其是外國嗰啲，佢係想知道你更加畫嘅背後咯。因為如果咧你清楚你自己咧嘅故仔啦，好自自然然咧你就 build up 咗你自己嘅個人風格，咁你就會同其他人嘅作品咧係唔同，即係無論你畫得如何啦，無論你嘅技巧如何啦，如果你有一個好強嘅個人風格咧，呢樣嘢咧係吸引到人咧第一眼，所以咧建立個人風格係非常之重要。對我嚟講啦，因為個個人嘅主觀現實唔同啦，我就覺得同埋我係吸收過咁多嘅外來嘅經驗，我覺得個人風格係非常之重要過一切 whatever 你嘅技巧其他嘢。咁因為點解呢？技巧你基本嘅技巧你要有，呢樣嘢呢係你求學時期，譬如你讀緊學緊畫畫嘅，你係需要呢努力地學習，盡量學習到所有嘅技巧。但係人係好難學得晒所有技巧㗎嘛。咁所以呢，當你出嚟做一個藝術工作者呢，就唔係話再標榜自己嗰個技巧嘅能力。係標榜咩呢？標榜你嘅個人風格，呢樣嘢好重要。第二樣嘢就係呢，係 present 緊一樣嘢，係關於你嘅生活嘅背景。咁呢樣嘢咩叫關於你嘅生活嘅背景呢？我以前有啲 artist 啦，就會譬如去嗰個地方，佢就會畫。例如啦，譬如去意大利，佢就會畫意大利嘅風景landscape 啲嘢。咁其實咧，畫畫咧就冇對與錯嘅。對我嚟講，同埋冇高質素或者低質素嘅。其實咧，畫畫咧係好純真嘅啫，只係咧你交個心出嚟咧，畫每一幅畫咧，我覺得幅畫咧都係 high quality。即係我唔學一啲人。唔知用咩眼光去評價，認為咩叫做低質素啦。
即係如果我畫兩筆，我非常之出名嘅，拍賣好高嘅，咁係咪即係我當然明白畫兩筆係咩事啦，因為我知道個美術歷史嘅進程啦。咁但係有啲人唔係咁知，但係我覺得佢又好睇你個名氣，而你畫乜嘢，佢係睇你名氣先作一個判斷嗰啲人呢，我就最睇唔起嘅，老實講。咁所以呢，其實講翻轉頭啦，我就會覺得如果你身為一個 artist 呢，其實唔係一定要畫我哋當地，即係我哋將會參展當地嘅嘢，係畫翻自己本土、自己嘅例如啦，我哋生活喺香港啦，咁我哋畫翻我哋嘅香港嘅生活嘅感受，畫喺幅畫出上嚟，唔係話一定要畫風景嘅，即係唔係一定要畫風景呢樣嘢，因為其實你都要選擇一下你畫嘅嘢會唔會太過普及，因為如果你太過普及咧，即係個個都畫同一樣嘢咧，就欠缺咗一個個人嘅風格。咁所以咧，你要喺base on咧，你要畫翻你自己本身個民族啦，畫翻你自己住喺香港啦。你可以用一個具象嘅形式，又可以用一個抽象嘅形式去表達喺個作品當中。咁其實呢樣嘢咧係好多外國人咧係好中意睇，因為咧佢對於咧你住喺一個好遠嘅地方，佢係想知道你嗰邊嘅生活嘅生活嘅思維啦，生活嘅習慣啦，生活嘅人與物啦，所有嘅一切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建議盡量咧係畫多一啲自己本身土生土長而 build up 咗之後，你無論你具象又好，抽象又好。畫呢一樣嘢嘅方向就最啱啦。咁同埋咧，我都去過少少嘅國際博物館啦，咁同埋 gallery 啦。咁其實我自己都讀過少少嘅美術歷史啦。其實咧，我去到咧，我差唔多8-9成咧，呢樣嘢唔係講大話，我8-9成我都知道係邊一個畫嘅，邊一個風格，邊一個年代，邊一個主義，邊一個派別。咁點解？其實點解呢？因為其實呢樣嘢就俾一個答案你。即係其實呢，無論對方係畫兩筆又好，畫到具象非常之 high technical 又好，畫乜都好，其實呢，呢樣嘢其實俾到大家個答案就係，我點解係可以一入到去個廟師就已經知道係畫邊一個畫家畫咧，唔使睇嗰個tag咧，就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出名嗰啲都 build up 咗一個好強烈嘅個人風格。我唔介意即係我哋嘅 artist 啦，係中意任何形式嘅藝術先至投入呢個藝術嘅創作。即係無論你係畫蠟筆又好，畫木顏色又好，畫油畫又好，畫而家最時興嘅嘢，酒精畫又好，和諧粉彩又好，乜都好，mentally 嘅心靈藝術都好，唔緊要，樣樣嘢係一個起步。但係你最緊要係一樣嘢就係你要建立自己個風格。其實你做藝術所有嘅 art form 咧，都係講緊風格一樣嘢，無論你時裝啦、architecture 啦、graphic 啦、2D 嘅藝術啦、fine art 啦，尤其是 fine art 啦，其實最重要係一樣嘢，建立個人嘅風格。呢樣嘢咧係你讀完書之後，你係要出嚟係要做呢樣嘢嘅，即係唔好話見到靚嘅嘢就畫乜就畫乜。畫之前你要問下我點解要畫呢樣嘢？有冇一個內涵喺度？有冇一個背後嘅故事喺度？同埋你唔好畫嗰樣之後，第二幅就完全唔係你個 style。咁你會俾 audience 講，俾啲 audience 咧好亂。呢樣嘢唔係我講，係好多書本都講俾我哋聽。你會俾到啲
觀眾啦、藝術愛好者好亂，究竟邊一個係你嘅風格呢？你又話山水，又話 acrylic，又話 oil，你 medium 唔緊要，但係你一定要統一，係一眼望落去係你嘅嘢。所以咧，其實咧一個咧真正嘅 artist 咧畫家咧，其實一生咧唔係好多嘅系列嘅啫，即係你。講緊 Picasso 啦，即係大概係粉紅時期、藍色時期、立體派、抽象派度啦，係得3、4個嘅啫。咁所以咧，其實自己咧喺一個盤算點樣去計劃做一個藝術工作者嘅時候咧，你要好好考慮咧，你未來個路點樣走，咁先至清清楚楚咧。知道咧你嘅藝術路途，咁就會幫助你咧嘅藝術發展咧會更加明確同埋清楚。咁啊，今次巴黎嘅之旅差唔多啦。咁啊，我哋未來會再見嘅。好多謝大家收看啦。